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民进党立委林基金涉嫌诈领助理费，今早起检方要去敲国会办公室，也有台南永康的服务处。台铁产业工会指控讲，这台铁董事长韩总经理薪水调悬40%，却无过基层员工。台铁表示讲，这拢是比照国营事业伫咧调整的。美国民主党举行全国代表会，正式提名贺锦丽甲华珠参选正副总统，前总统奥巴马也要来现场总讲。讲到民进党立委林基金传出涉嫌诈领助理费，今早起呢，这国会办公室也有台南永康服务处拢去互检调抄。林基金是发出声明讲，伊会配合调查，那伊本人规工拢伫咧台南地检署接受询问。是有风声讲，这件事件是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小达引起的，那立委陈廷辉下晡要背回。铁门慢慢的升起来，调查处警员有服务处行出来，也毋过问服务处的员工面对镜头无愿意加讲。请问是在搜索什么？不是搜索啦，不是搜索。调查警员搬出一箱资料，服务处外口挂着甲总统赖清德同齐翕的看板，民进党立委林基金传出亲像涉嫌诈领助理费。台南地检署2日早起去永康服务处搜索消息传出，陈凤明代表是早都有听讲。赖总统啊，你应该拿出道德标准啊，不要让这些支持你的这一些民众对你们民进党完全的失望。那服务处林基金伫立法院的办公室也互搜索，风声起互搜索，甲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来到有关系，因为林基金甲有意竞争的立委林俊宪拢是赖清德的人。那早已经表态参选立委的陈廷辉，和来到团文顶上身，陈廷辉加以补贴。我没那么厉害啦，开中常会比较重要。外界关注林基金案，民进党2日下昼召开中常会，与会成员表示，赖清德伫会中提醒个人纪律甲私生活爱30个检点。发言人吴建会后是表示，民进党一贯的立场是无恶不穷。赖清德主席也已经公开的来谈论过，民进党的态度就是不论党派。不论何人，只要涉及非法，就检调就应该查办，勿枉勿纵。林基金担任过6届期间，连任第2届立委，将政资历多年，并且要有总统大选的时，台南6席立委甲赖清德同齐影片。伊发声明表示，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接受调查，拢会配合厘清案情，和司法证明清白。记者综合报道。苏林地方法院的法官蔡炳宏指控讲，几多年前对查某法官，也有查某的书记官有性骚扰、乱摸乱说行为。案件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合议庭认为身为法官唔知守法，却阁辩解讲是对方诬赖伊的。今仔日依照强制威胁定罪，一审判2年2个月。蔡炳宏指控讲会甲人打、甲人针，判刑的理由也指出讲，这蔡炳宏捌做过这行政庭长顶职位，却因为个人的欲望，利用职权力来犯案，无尊重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不过蔡炳宏发出声明来回应讲，伊不服这判决的结果，认为法院拢无去考虑到对伊本人有利的事情，判决是无公平，也强调讲家己是清白的，会阁再来上诉。高雄有一个查甫民众伫面册社团发文讲，伊指控台北市刑大2位穿便衫的刑警摕到这搜索票去因兜要查案，伊妈妈怀疑这2个人是诈骗集团，就家己在门口口唔互因入去，想袂到伊的妈妈呢，却去互这警方压制，认为这款的情形甲罗马是一模一样的。警方表示讲，警察要办案，拢提出相关的证件，也确认这位负责人的身份，因无抓唔到人的问题。危险时期为民言看到第五个负责人拼命挡在门口，无要互另外2个查某人入来。代志发生在高雄左营，这负责人讲，伊看到转来拄到2个便衣警察提出搜索票甲证件，讲涉嫌诈欺要进门搜查。毋过负责人感觉是诈骗集团想要掠人卡油，冲突就安尼发生。抵住我的胸口，一直把我往内推。那抵抗他就一直高喊着，我要告你袭警。我心里面就想说，为什么我讲到管区的人要过来，你一直不愿意？你一定是诈骗集团。现代负责人表示，2个便衣警察将压制伫涂骹，连串开胸看拢会痛。虽然因理解警察办案，毋过即马诈骗抢攻加上第一时间便衣警察佮古早单合伙警察到场，当然感觉是诈骗集团。这是台北市刑大下区到高雄查案。
当事人家属拨打110报案称，疑似有陌生人假冒警察，本分局新庄派出所立即派员到场，并请北市员警再次出示服务证，确认身份且查证有通报越区办案等程序，当场已向当事人说明。当事人后生也伫北康公社发文质疑，警察行为甲罗摩共款，最后查犯才发现是诈欺犯用甲厝内底共款的 IP 位置，规定也完全无核实的。台北市刑台表示，执行期间关警有提出证件甲相关文书，暗过圣诞发言人当场情绪激动，故绝无配合身份查证，告阻止关警执行。陈女58连次，当场情绪激动，拒不配合身份查证，并主导员警执行。执行员警为排除自身及受执行人危害，及搜索执行顺遂，及当场予以制止。台北市刑台强调，关警依法执行公务，佮确认过圣诞发言人身份甲卡价，甲搜索票共款，而且无发生网络大文所讲的警察念着人这代志。后续详细状况，爱国等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铁公司化无到1年的时间，台铁产业工会就指控讲，因为董事长甲总经理2个人的薪水对今年1月开始调悬40%，等于是加5万元。台铁表示讲，这董事长含总经理的薪水是含国营事业做伙调整的，也讲明年军公教若准调薪水，全部员工也会对咧调。不过工会认为讲，大先爱做的是照顾员工，替员工加薪水才是。台铁公司花期前争取加薪改善加薪待遇，即马煞逼出高层先加薪。台铁产业工会指控，董事长甲总经理2个人薪水为今年1月起调做191380块，甲过去台铁旧时期比薪水起56680块。调薪幅度达到40%，引起外界质疑。台铁公司化上路还未1年，还未看到改革成果，营运绩效，就赶来替高层调薪。我们的这个国营事业的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这个薪资部分都是全国都是一致的。禁用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薪资呢，我们已经报奉这个行政院尚未核定下来。不过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明年调薪3%的部分，当然会跟着调薪。台铁解释，当做总经理的薪水对国营事业调整全国一致，针对禁用中业金管薪水调整，也已经报行政院目前还未核定，一旦免议，军公教调薪3%，全部员工也会对咧调薪。不过这款的讲法，产业工会无认同，批评台铁是飞鸟高层。那比较国营事业标准，目前台铁基层金管薪水，甲公务邮政来比，落差达到1万，爱优先调薪。我们没有想到国营事业的肥猫居然会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从董事长到员工，我们都一起一致不要用这种方式敷衍社会大众说我们只是依照规定。如果真的要依照规定，那就尽快来调整我们全台铁员工所有的薪水，让大家心服口服。针对台铁电力出走欠人，黄金就讲，行政人员中的电机干部类有5成出走，明年规划禁用700名新进员工。产业工会无乐观点出，基层夜班电贴每班120块，车长备勤电贴每点钟88块，临轨作业人员危险电贴只有每点钟40块。这款的福利待遇，恐惊互第一线的员工心领，无法度点久，要求交通部冻结调薪案务实推动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德鲁古自强号呢，伫81年时阵发生败北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台铁代替求偿先赔付每一位罹难者1570万，再来向这施工厂商李义祥等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花莲地方法院今日1审宣判李义祥等人连带爱负担6成责任，爱赔付人2326万元。那台铁的部分呢，就爱负担4成过失责任。花莲法院认为，讲这包厢李义祥违反伫咧停工期间煞来施工，工程车故障到事故发生进前拢无通报核实讨救兵和移工花分好做伙操作这拖吊，害货车链落去铁基路是主要的肇事原因。那法官认为，讲李义祥等人就爱负担连带6成的赔偿责任。那这台铁是无尽到巡查义务，负担4成过失责任，专案也会当上诉。讲到最近落西北雨，民众出门在外爱特别注意。讲到这台中和平山区，今下晡落大雨，煞造成中淮台北线20.5公里的山壁规个放落来，着一粒大石头夹着一台轿车，规个车头是冒落去，车顶有2个大人、2个囡仔，加在是拢真平安。
台八线20.5K 白冷路段突然暴雨，导致边坡无预警落石击中车辆，所幸车上4人轻微受伤，送医治疗，目前无大碍。公务单位在明天天气比较好之后，用空拍机上去飞一下，看看有什么状况，再做后续的处置。不管公务单表示，日下晡4点落大雨，一台轿车呢落去，互这大粒石头击到，车头是规个冒落去。这内面的乘客是阿公阿嬷，还有孙，加在这4个人拢是皮拍伤命令，已经先送病院治疗。目前现场是依持单线双向通车，公务单也开始做这山壁的防护。台东县又过这保育类的台湾乌熊掉伫咧陷阱，即届是掉伫咧卑南乡的东兴村。张公所的巡护官发现到这乌熊了后呢，就赶紧去通报这林保署的台东分署，出动30多人去抢救。不过依然是救无回来，应该是这天气伤过热，天真下壁掉伫咧陷阱来热死的，也会甲这乌熊验尸来了解伊的死亡原因。1早起，林保署台东分署各派10多名工作人员去卑南乡东兴村山区进行搜索，看敢了有其他乌熊的踪迹。佮驾驶监视器，因为理在伫这山区的产业道路边部，乡公所的生态栖地巡护员发现一只80公斤成年母的乌熊，互所啊吐掉的，透过台湾乌熊通报平台通报救援，不过后来可能是受困受苦不幸死亡。那分署呢及会同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前往现场救援，但是因为黑熊疑似热衰竭，失去了生命迹象。这只母的乌熊已经后送农业部兽医研究所进行解剖了解死因。不过当地罗凯索部落族人讲，过去山区都有乌熊处理的传闻，即马确定有乌熊。过吉里社区伫山距离只有2-3公里，实在互人烦恼。乌熊一无细里就会走入来社区。离村子很近吗？离村子也不算说很远啦，也不算说很近。所以你们会担心了哦。对。现在最近也很频繁的发现黑熊的踪迹。那其实部落最近会做一个宣导。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最近几年乌熊愈来愈挖进平地部落，也更加向台东县南边出入，爱更加强山区社区的巡守区管，佮移除不明来源的垃区，也佮一次呼吁民众发现受困的台湾乌熊，爱勇勇通报，提悬救援成功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白河是全台湾上界大的莲子，也有莲藕的产地。今年拢总有近200多公顷，不过产量却减少一半。主要原因是因为高温，佮再加上这芳人火不够，落尾也有风台来扰乱，造成这产季提早1个月结束。白河公所就讲，加在有力去风台的这个天灾救助，挺好来减少农民的损失。规大片的田连花管互风吹甲东倒西歪，花毋嘛互日前的大水雨甲生袂出来，甚至拢臭花打起。本正5月种落去，生长4个半月的莲花好通采收，毋过受到气候影响，台南白河莲子产季煞提早1个月结束，整体产量减5成。授粉的不完全下在一个产量上，我一个莲蓬正常是20几粒啊。它没有授粉的话，就是说上低差不多10几粒呢。今年的部分是种200公顷，是比去年较侪，去年超140公顷左右呢。不过今年有减少，第一就是讲因为人工啦所以讲莲子慢的部分较少。第二就是讲这个莲藕粉收成部分受到这凯米台风的影响，所以讲整个产量是大幅度的降低啊。农民讲，莲花上适合伫28至34度生长，雨水嘛袂当一捆仔落伤济。这项产业毋若受到气候牵连，加上莲子要掰壳、起毛、起心，拢爱靠人工，技术成本悬，佮歹车工。农民认为根本就袂好，有农民豆豆咧做转型，用莲子咧推测新农教育的活动，互人哪体验哪学习。这个莲子要去做一个咱的主要的收集，根本都无法度维持一个价呢。规当咱嘛一直咧推广，怎啊变互人入来，互人去体验讲这个掰莲子的过程，佮互人去了解咱台湾的莲子含进口莲子，因为咱台湾的莲子，伫市面上可能占无到5%，大部分拢是进口莲子嘛。这个物件伊的差别伫倒位？产量少，今年莲子计数相对有崛起，即阵一台已经400块起跳。即摆凯比风台造成的损长，南地区采全品项救助方式办理，其中莲子1公顷补助4万1。
对农民来讲，至少刮补贴降低负担。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民主党伫芝加哥举办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天正式提名何锦丽和花珠参选正副总统。若讲到这落任了后，有关是正清的前总统奥巴马当港要来助讲，甲这气氛炒到上热。经过各州的党代表唱名表决，贺锦丽和花枝是正式得到民主党的提名，配做一组去选正副总统。当地密尔瓦基拜票的贺锦丽嘛，完全连线表达感谢。This is a people-powered campaign, and together we will chart a new way forward. 民主党内上有人气的前总统奥巴马翁仔某嘛，登来到芝加哥的主场，替贺华配大力背书助讲。前第一夫人米雪儿嘛推崇贺锦丽是传承因妈妈的正义和责任感，投身司法，替人民争取更较好的薪资、更较俗的处分药啊和教育机会。另外批评川普嘛，完全无得客气。The same old con, doubling down on ugly, misogynistic, racist lies as a substitute for real ideas and solutions. His limited, narrow view of the world made him feel threatened by the existence of two hard-working, highly educated, successfu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black. Who's going to tell him that the job he's currently seeking might just be one of those black jobs? 倒来就台的奥巴马是笑伊家己讲，对伫密雪后壁发言，真正是家己找家己的麻烦。但随着发挥真好的演说的功力，先学到伊的巨副手就是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 捍卫民主的爱国情操，全场拢真激动，大声喊道谢酒。所以来强调火炬已经传承，贺锦丽才是领导国家的第一人选。And we can't eradicate every cruelty and injustice in the world, but America can be and must be a force for good. We do not need 4 more years of bluster and bumbling and chaos. We have seen that movie before, and we all know that the sequel is usually worse. 上京会做讲员，一个接一个，甲气势优甲观点，所以来2天的全大会，花枝和贺锦丽会伫当地时间21和22一前一后出现，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来看英国的苏格兰火箭发射场，在到进行火箭试射时阵呢，所来发生爆炸，加在是无人受伤。另外，伫意大利西西里岛一只游艇沉去，这失踪名单内面也包括着摩根斯坦利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和伊的太太。大火乌烟，苏格兰北海华离岛的萨克萨沃德火箭发射场，在到进行火箭发射的即时。严过发动机出现故障，引起大爆炸，发射台也规拢导火。好佳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萨克萨沃德发射场是希望会让正在第一个到卫星发射入去泰国的英国的场地。今年4月提了安全思考，为今年底发射成功做准备。19个即时意外是毋是影响发射的进度，一管收集爆炸意外的更较侪资讯来调查。因那意大利西西里岛外海的豪华游船沉船的意外，除了15位被救起来乘客以外，加拿大安迪卡这边总部西尸体已经找到。意大利搜救队第20暗继续伫咧发生意外水域找失踪的6位乘客，其中除了有互人叫做英国比尔盖茨的科技的好野人麦克林区，甲伊的查某囝。也个包括摩根斯坦利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布鲁莫甲伊的看守，因那英国也已经派人协助调查。因那造成这件地面意外指令更现象，专家认为是甲全球气候暖化愈来愈严重，海水温度升悬有直接的关系。Questi fenomeni ci sono sempre stati anche prima del riscaldamento globale, ma attualmente abbiamo un effetto di loro amplificazione, diventano più frequenti e più intensi a causa della maggiore energia presente nell'atmosfera e nelle acque oceaniche. La cosa che si parla tantissimo del cambiamento climatico, il problema non è solo il cambiamento climatico, il problema principale è la temperatura dell'acqua, che oggi è diventata tropicale in Sicilia, salita a gradi incredibili. 搜救队员讲，因为沉去的这台游艇80号的船体，伫水底已经变做垂直的90度，而且有真侪物件冻掉的，所以搜救人员正派入去船舱内面。
搁再加上因每一遍落去水里只个人点12分钟，虽然是对水面到全体了，上最只个人剩10分钟的时间会当作业，所以搜救进度是正慢。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来看这澳洲讲到因婴儿出生率，但年拢伫咧降低，特别是大城市是搁较惨。专家表示讲，可能和当地生活成本增加有关系，互翁仔某是唔敢生囝。在纽西兰的方面呢，是今年到6月为止，已经有超过13万人离开纽西兰，有1/3的人走去到澳洲，因的目标就是要找找薪水搁较悬的头路。结婚2年的拉德尔法甲罗塞诺真爱烘物件，都伫2年前因开家己的面包店，生囡仔也伫因的计划之内。Maybe 2 or 3. Yeah, if Mum's watching this, she'd definitely love to have some grandkids. 虽然因安尼想，毋过经济上煞无稳准，因为饲囡仔成本伤过悬。会安尼想的翁某伫澳洲未少。根据澳洲的调查，甲2021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了后的出事人数比起来，2023年的新生儿减少将近26000人，降的幅度高达4.6%。这甲2019年比起来，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甲波斯这大都市的出生率尤其是正低。专家讲，这甲生活成本提悬有真大关系。People who are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families, the mortgage and the rent's kind of the first thing. If they're struggling to pay those, having a first child or additional children becomes a really tough financial proposition for them. 澳洲隔壁国家纽西兰伫世界上上适合大甲工作国家地区排名是前头前，不过这几年来因为失业率提悬，少年人买不起厝，甲经济成长缓慢的情形之下，到今年6月为止，已经有超过13万人离开纽西兰，其中1/3的人去澳洲找找更较悬薪水工作机会。虽然纽西兰人口增加，互用行警局对住房甲税厝的另外需求，可能互通膨更较严重。即卖离境人数创纪录，纽西兰政府也为原本对通膨的烦恼转向人才流失的问题。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讲到依托米子这种毒品的问题，国内有偌严重咧？公司记者有访问到一个捌食过依托米子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讲，食无几喙就感觉讲规身躯较轻松，而且随调的，食甲调的了后呢，却开始攻击厝内面的人。进前行政院已经公告，把依托米子列做是第3级的毒品管制。警方也头一届抓到依托米子走私案，有抓到6个嫌犯。眼神阁有手势，警方展开突袭。为厝内超出电子分子机，现场也查扣大量分弹成品，也毋过内容被放假了，参的就是俗称丧失毒品的依托米子这类的毒分弹，那对身心健康危害大，甚至伫青少年中流传。我吸第一口，我就知道我离不开了，因为它那个感觉就像是你喝酒醉，喝得很醉很醉，但是你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真的已经吸到我想戒，但是我戒不掉的那种状态。我做出什么伤害我家人的事情，我都完全不记得。亲自讲过去实际事的经验，这名少年故意接触到依托米子分弹，那家己有用也替人卖，初体验数几喙都已经调掉啊。只是伫食掉了后，更较无自觉对家庭出现攻击行为，所以才决心要戒掉。依托米子伫国内泛滥，甚至捌引起重大社会事件，造成死伤。杜审会今年6月决议列做毒品管制，拖到8月初5，行政院总算公告，正式列管依托米子作为第3级毒品。警方查缉也有所进展。共查获6名犯嫌到案哦，并且查扣依托米子的一个粉末1314公克，可再制成15000颗的一个烟弹哦，那估计市值超过新台币3000万元哦。倒伫收发过一天，虽抓到3名嫌犯为谈人走私原料来台加工来卖，也是警方第一件以毒品条例移送案件。只是贩毒集团无论收发前后，不法行为拢无停，犯罪模式除了自创品牌，用广告宣传事业版图更较高海外。嫌犯他制作相当精良的这个他自认有品牌的，那现场还有甚至还有这个他自己制作商标的一个商标机都在。
伊多米子虽然已经关闭，不过地方路上也是有不少人士换面膜包装伫咧卖，安怎有效阻止美国泛滥，又还是犹太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第8届凯达格兰论坛今仔日举行，这也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场区域安全论坛，讨论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甲安全。总统致辞的时阵，也讲到中国伫咧军事、经济也个所谓领域发展，迫害区域的稳定，也呼吁民主国家着爱团结来应对。第8届凯达格兰论坛自一开始聚焦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也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第一场区域安全论坛，邀请11个的政校、国会议员甲学者专家参加。赖总统致辞时阵指出，中国伫军事、经济甲社会领域威胁甲扩张，破坏区域稳定，呼吁民族国家爱团结，发挥协作力。China's growing authoritarianism will not stop with Taiwan, nor is Taiwan the only target of China's economic pressures. China intends to chang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is why democratic countries must come together and take concrete action. 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can we inhibit the expansion of authoritarianism. 赖总统特别点出，台湾今年顶半年对中贸易占比大大降低到3成1，是20年来降低新低。不过，也阁表示，致力推动和平4大指条行动方案，维护台海现状，搁伫对等尊严前提之下，关系甲中国交流合作。台海局势，邻国日本也正关注。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は世界の国々の共通認識になりつつある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特に台湾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隣人である日本が率先して国際社会に向けた発信を続け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す。力または威圧によるあらゆ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の試みに対し断固反対することを表明します。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这摆代表上大在野党人民党，继9日来台发表演讲，邀请台湾参加 WHO 加 CPTPP， 佮强调台海和平对于全球是真重要，坚决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任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争取开放中国游客组团去到金门旅游，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今仔日含金门县县长洪文典去到中国北京拜访。陈玉珍表示讲，希望在咧10月初1中国放长假进前呢，这中国游客会当来到金门观光，也希望两岸的观光赶紧恢复。为着争取开放中国团客到金门旅游，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是陪金门县议长洪文典带领的访问团，这一出发要去北京4天3眠。今天晚上到北京，明天预计就是跟国台办会面哦。那当然是主要就是讨论陆客开放到金门。团客跟自由行就是观光旅游的这个事宜。访团的成员，佮包括9个金门县议员、台湾含金门的旅行业者等等20个人。暗上拜是拜会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陈玉珍讲会当面向宋德来争取伫10月初1中国放长假进前，中国团客会当到访金门，而且进一步探讨开放两岸观光的代志。民进党立委嘛乐观其成。陆客到台湾的自由行，或者说团客要来，那其实这个部分早都已经准备好了。陈玉珍委员要到北京去啊，这个是好事一件呐。那去其实应该把老公痛骂一顿呐，说不要在那边阻挠了啊。立委会主委柯水正接受专访，讲到金团联的时阵讲，两岸观光的障碍嘛是伫中国迄边，因为中国文理部还要甲台湾列入开放团客名单内，嘛禁止个人来台湾旅游。对比咱国无限制个人自由行，嘛互6月初1进前的旅游团出团，统计到7月底已经有133万人出去中国。中共的这个旅游它不是市场导向的，它是由政府要核发这个签证给你，所以它有很多政治考量。它向来都把这个观光作为它外交的利器，
那尤其是当你台湾业者开始依赖中国观光客，中国大陆更是会把它武器化。区虽然讲两方若拢无往来，较会造成误解和误判，希望会当有健康有序的交流。但是最近中国是发布登伫台独22条意见，说台独蛮批分子专栏在启动，增加去中国的风险，提醒要去的人爱好好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地点今日举行，现场邀请真侪 AI 机器人的厂商，有风声讲这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也会来参加，不过伊本人并无出现伫咧开幕典礼。那经济部长郭智慧表示，因为 AI 商机，这国内后半年景气会当乐观看待。由工研院开发的高基金，放进对双手协助机器人利用 AI 演算法自动生成高效率组装程序，协助国内手工具产业提高竞争力。那所以基本上手臂的成本不会在制造的场域上增加太多。那但是我们可以取代掉人工组装的成本，所以我们可以把效率提升到50%，至少50%以上。小微电商这行业以前呢用大量人力来整理提废物。那导致新一代机器人除了比传统的方案成本大升50%，也可能大大提升吞吐量和储存量。在相同的拣货的状态下，我的放的东西会更多，效率会提升至少有4倍以上。AI 机器人的应用在各行各业是愈来愈多。国内今年第二季制造业产值新台票达到4兆8073亿，甲顶年同季比起来增加14%，连续2季正成长。7月外销订单也连5行，上起500亿。受惠 AI 商机，经济部长郭智慧乐观有过下半年的态势。现在的外销订单看起来到目前为止的记录是不错了哈。那下半年我们再看啊，这个景气还会持续还会持续，所以我们是审慎乐观。郭智慧表示，经济部继续推动中小微企业 AI 化加低碳化，增加效率、降低成本，来符合未来世界潮流。佮透露下晡会甲 AMD 超微半导体团队来见面，对外传 AMD 未来研发中心可能在高雄或者是其他所在，伊回应目前也无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农业技术，会当是讲世界一粒一粒。咱的政府逐年拢有青年农民大赛计划，会送这青年农民去到新南向国家做农业交流。今年甄选24个来自各领域的农业人才，后礼拜就要去到泰国、马来西亚交流这农业技术，也要发展外交。那这款是针对在这几年不能外销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转做，包括凤梨、百香果跟台东特色红乌龙下去做的饮品研发。台湾农业发达，农产品除了会当食，阁会当加工做饮料、肉酥、鱼干等等，提升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台湾的农业好滋味来自齐齐做事的农民。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即马有24个农业青年大赛，后礼拜就会到泰国、马来西亚做农业技术交流。借由这次的商访活动，建立起友谊的桥梁。回国后，不管是未来更深入的经贸往来，又或者是跨国的创业投资，都可以使我们两国在农业的未来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长更远。农业部甲外交部自2017年开始合作农业青年大赛新南向计划，当年丁选出到的青年农民到东南亚国家交流农业。到今年为止，已经有114个农业青年去过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加泰国6个国家。步步都是外交部，人人都是外交官。那么外交可以为各部会来创造新的机会，而台湾各个领域的人才也可以为国家的外交提出贡献。所以各位，你们不但肩负了农业的使命，你们也是肩负了外交官的使命。农业青年大赛团的组成真多元，有来自全国大专院校、农林畜牧相关科系的学生，也有入选过8大青农的社会人士等等。希望透过这寡台湾的农业人才，参这新南向国家建立产业、教育等等领域的交流，达成农业外交的进步。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
要防治这环卫病虫害，英国拢爱用人工去抗假成芳，却因为欠工，农民的负担变真大。农业部花莲区的农改场和这学者来合作，研发出透过无人机 GPS 定位，甲这假成芳球每10公尺拼一粒，只要5分钟到10分钟，就当帮助这环卫产量提升，减少病虫害。无人机飞伫环卫产顶面，每隔10公尺投放一粒车间2架细芳球，内底有芳片。球表面有镭射切割出来有用的芳，防止雨水高压进入，佫会当互体型真细的车间2芳孵出来了后顺利飞出，以生物防治方式，抑制海棠环卫病孵化。每公顷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投放。那相较于传统手钉封片，我们以无人机投放蜂球作业，可以提升6到10倍这样子的效率。农业欠工，农药搁爱伫10年减半。学者思考要安怎互生物防治方式，搁较会当做过去农民要伫田底放车间2芳，都要用人工将芳片一片一片钉伫叶的背面。研发学者表示，后来为扭蛋机得到灵感。带小朋友去游乐园，看到扭蛋机在那边转，这扭蛋它这样转就下来，那这扭蛋好像又可以用丢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构想。那我们把这个蓝图构出来。透过华联农改场研发技术，芳球会当大量的制造，佮以无人机进行 GPS 定位导航，发现环卫产量增加，农药减少使用。另外，盐水区农会也合作运用伫高雄，海棠归海率明显降低。蜂球投放它本身不是农药，所以它不会有吸入性的一些危害在我们的农友本身，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安全性也顾到了。相关技术已经基准民间公司制作贩售，也毋过1公顷爱2000至3000，对农民来讲油源较悬。农改场表示，导航面积扩大，可能也阁有调降的空间，也是小范围用人工导航，有计将来会当用伫环卫高粱、甘蔗等作物上。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参尾是全国上界大火灾的产地，这材啊拢放伫一个黑色的软塑胶内面。这个塑胶壳啊呢，所拢变做是农业的废弃物啊。环保局表示，讲目前正在积极修法订定收费标准，才找会当处理的厂商，希望减轻这园艺业者的负担。各种火和树材是啥侪消费者来买。中华县参尾乡是全国上大火和树材的产地，火农店用来做盆栽的黑色塑胶软盆，伫遗失了后就变作废弃物，安怎处理，即马变作一个难题。那黑软盆呢？我们如果说要回收的话，我们99%通通到农场重新种苗。有业者和农场合作回收定种树材，但是嘛有其他的业者私底下讲，中华县7月实施粪扫分类的新制，这大堆乌胶软盆这塑胶制品，敢会当家己开钱请环保公司来清运，若是要等粪扫车踏地是袂当超过5个，无就会互规地退转来。环保局讲，中小型农户产出的农业废弃物，并不是大型厂家的事业废弃物，嘛毋是交互粪扫，守法规模规范的部分，目前当受政府交互废弃物收费办法提供法律的来源。非事业，然后家户以外的这个垃圾、这个废弃物的收费办法，并没有涵盖这一块，可能还要再把原来的收费办法再去做修正。业者强调，包括定定看到的米字端塑胶制架啊，嘛是拢爱家己找主管回收业者来处理。环保局讲，除了修法，后壁要放去倒嘛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当咧问再利用的厂商，敢会当收大量农业废弃物，希望替当地粪扫气化的问题来解套。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这彰化县政府的统计，彰化县的家友有118人，其中大概有60多个是困伫咧家路。最近天气是无啥稳定，加上新冠疫情又搁开始压起来咯。彰化着民间团体启动家友关怀，沿路访视送物资，也提醒因着要注意身体状况。消毒的，这疫情都起来，你嘛是爱消毒哦，吼。更简单的生活物资关怀家友，这阵仔天气无稳定，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加上新冠疫情最近搁开始传，彰化有民间团体启动关怀机制，送物资，提醒因爱注意身体状况，有善心人士赶正来关怀家友。现在这个大哥安尼啊，我的好奇啊，就来甲看卖啊，伊就讲伊白天就在那个伫个百货商店啊，我就去。不会讲米来和你讲。对了。最近啊天气较热啊，
时常嘛会讲感冒，啊无就是着沙，迄较严重。啊，佮有讲最近的疫情佮开始升温，哦，阮那穿一寡消毒的物资，像口罩、佮消毒液，哦，来甲因做关怀啊。根据彰化县政府统计，彰化县的家友有118人，其中接受安置收容的有52.54%，有60多人是困伫街头。真安基金会表示，彰化的家友较细线，真欠方式的志工。咱彰化地区伊可能分布在公园啊，还是八卦山啊，还是各个角落，所以因为幅员比较广大的关系所以咱嘛街访夜访的时阵嘛会较高工，想要来关怀咱的街友，拢会使到阮临安基金会来洽询欢迎做伙来关怀咱的街友朋友。真安基金会表示，虽望县府、民间机构有提供收容服务，但有的家友袂惯势，也是选择困伫街头，主动访视家友，互因感受社会温暖，嘛会鼓励协助就业，望因会当重新伫社会徛起。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新竹县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内面有150只的流浪狗，其中有37只狗的脚过去因为这车祸或者是去互铁虎夹到伤，需要锯脚骨。为了帮助这行动无方便的狗仔，有一间专门做锯机的公司呢，因是免费替狗仔斗专用的锯机，让这的狗仔有机会搁再恢复正常生活。一年前，互人发现脚受伤的狗仔车轮饼。2只后脚因为严重受伤，需要锯掉。想要行路，只剩头前2脚，身躯也因为安尼定受伤。手只有2只脚所以它在走的时候，那个稍微比较长可以支撑的那一只脚都会磨破皮，都会流血，所以带出去放风的时候都走不远。狗仔装好锯机，总算会当正常行动。免费帮狗仔装锯机的团体表示，其实狗仔的锯机比人的锯机更较高工。一般人的锯机有一部分需要手工制作，狗仔因为品种、体型大小无同，都需要全部拢用手工去做。那人的部分就是像它的膝关节，还有它的脚掌，都是可以直接向国外定制那个产品回来装配的。那狗狗的部分都是从套筒到脚掌的部分都是全部手工去设计制作，大多是因为捕兽夹所造成的因为捕兽夹它对这些除了猫狗以外，还有野生动物造成的伤害是夹住脚以后常常会造成需要截肢的这个问题啦那这些被截肢以后的这些浪浪们除了造成我们动物收容所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负担之外也造成了照顾的困难。动保署指出，使用针啊、山低调，拢是不合法的行为。依照动保法，上重会当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是200万以下的罚金。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违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300年历史的台中丰原朱济宫，因为要做招，甲这三川殿的石雕龙条，搁再油漆过。外界也批评讲，安尼生做是迫害高文物。今日庙方宣布暂停油漆，要进行修复工程。那台中市文资处就表示，因为这朱济宫毋是文化资产，所以市政府是尊重庙方的处理方式。台中丰原朱济宫已经有300年历史，庙埕头前这对石头刻的龙条，因为11月要做石，8月决定要甲渐渐风化，有106档历史的龙条搁擦过，所以引起文化界批评。日一庙方宣布暂停油漆工程，会改予台师大学者陈义康组专业团队负责清理修复。当初的用意可能就比较单纯就是说为了防止风化来做这样的保护，但是呢，在整个技术层面上受到质疑，我想我们虚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指教。酒精和丙酮去做清洁，那酒精和丙酮对食材来讲是比较温和的，并不会去伤害到食材，以及食材上面它本来也有一些颜料。修复团队表示，按算用酒精甲冰冻较温和的方式去除油漆，有信心恢复石材原貌。有计6个月完工。台中市文资处表示，朱济宫虽望有300年历史，不过庙方毋捌报古迹甲历史建筑，嘛因为龙条是建筑的一部分，嘛袂当指定做文物，无受文资法规范，无法度干涉。不过会提供专业师傅名单，互因做参考。
并不能单独移动，所以它不是古物的范畴。那既然不是古物的话，它是属于我们整个庙的构造之一。那因为庙本身也不是文化资产，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尊重庙方的一些想法决定。其实文资法是个人的可以哦，个人或民间团体可以向慈济宫、向文化局提出慈济宫是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文史工作者呼吁，地方文化人士甲民众都会当主动甲市府提报朱济宫做文化资产，维护百年古迹。文资处强调，朱济宫已经整修过几啊届，若收到提报申请，会送审计委员会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凯比风台影响，这鸭卵产量减少，鸭卵对本地1斤48起到1斤50块啊。即马中秋也特别到，真侪饼店开始接真侪订单。不过，这业者表示讲，这卵磷素的原料起真侪，亲像这鸭卵巴达米粉，拢起2成左右。作业人员无用将一粒一粒的卵磷素交伫咧后一个人的手头，实在真无用。糕仔业者表示，即摆中秋节因已经出30万粒的订单，但是因为最近原料大起，鸭卵、马达、米粉拢起2成左右，互因的成本大大增加。鸭卵加奶油拢起2成哇，真的很吃不消，因为很想涨价，但是没办法，就是想说先维持，但是到底能撑多久，我们就会看后续，因为后续其他的原物料还是一直在涨。糕仔师傅甲鸡卵磷抹伫咧卵磷酥顶悬，刷落来甲卵磷酥撒入去烘炉，变成一粒香杠杠的卵磷酥，就是这粒老汤的鸭卵磷，对原本1斤48块起到50块。屏东卵商工会表示，这个鸭卵起价主要原因是因为饲料场的原料改变，鸭仔食袂惯势，加上凯美风台透风饮水，真侪鸭仔着车惊，产量才会大减。即摆这个风台搁撒一个哦。生正袂生啦，饮水袂生啦，安尼啊，就是讲，调整一个小可调整一下，就是讲要甲这个产量甲稳定起来。你若讲互伊产量一直欠回，生无，就掠出去，淘汰出去，卵就变无够。屏东卵商工会表示，台湾鸭仔数量本来就无济，共200万只，即摆拄着风台，中秋节产量大减，因才会来起价。未来若是鸭卵市场稳定，因就会甲鸭卵的价销调转来。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最近这几年，台湾有愈来愈多台语的漫画、影视作品，还有台语的教材等等。伫咧美国休斯顿台湾基本学校，有人专工回来到台湾卖台语教材，爱回去美国。休斯顿台湾基本学校已经成立了40年啊，为了要互伫咧美国生活的台湾人、台美人后代有机会接触到台湾文化、语言等等的环境，因开真侪丰富的课程。8月24学校佮专工邀请成大台文系老师。也有台湾罗马尼协会去遐开台语研习课。老师伫头前教囡仔人使看起来真熟悉，这是伫美国的休斯顿台湾语文学校，自1985年成立到今已经要40年，为着要互伫美国生活的台湾人、台美人后代，通有接触台湾文化、语言等等的环境，有开真侪多元的课程。8月24学校专工邀请成大台文系的老师和台湾罗马字协会去开台语罗马字的研习课。为着要有法度，顾着讲阮教的学生囡仔有法度。知影讲伊这个字安怎写，伊要看伊的笔记看册，伊会当念会出来。佫无煞特别去学汉字，阮就开始争取，开始安排，看要安怎来办这个研习营，互咱的休斯顿的乡亲会当进一步的了解咱台语和台语的语言。校长嘛表示，英国学校的台语教材拢爱老师家己编，不过这几年台湾的台语教材愈来愈多元，多数拢有发音通听。对因来讲，学生要学台语嘛哪来哪方便，因嘛真欢喜看到这款的改变。也若这届受邀请去休斯顿的张伟文教授表示，研习课除了教白话字安怎读写，嘛讲到文学史。另外，因为课间一天，因嘛甲线顶的台语教材介绍予休斯顿台湾语文学校的师生知影。就讲生活一个基本的概念。过来，因为咱嘛有迄个教材咱教材咱嘛有开放有线顶的教材，嘛有书面教材，因为佫搭配迄个教材，当去厝了，佫做一寡复习。
连官郑伟文嘛表示，这届学员范式有一寡是有兴趣要做台语老师的，伊嘛希望透过这届机会，甲海外台语师资的精进点落去，后续嘛有按算要开线电课程，互台语的未来愈来愈大拍尾。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天气，讲到几日开始呢，咱台湾附近的西南风减弱，脱离到低压带，以及到拜五拢是高温烧热的天气。明仔载呢，这气象署针对到台北市、新北市、苗栗县、台东县发布甘马式的高温警告灯号，将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若过到了后，台北地区各地头山区呢，拢有机会落雷公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